贏就谷，輸就縮。咁但係通常我同人分享嘅時候咧，我可以夠膽講，台下70% 嘅人都唔係贏就谷，輸就縮嘅。人生有一個叫經濟舒適區。我啲同事，我自己做銷售管理，我公司而家有400個持牌嘅，即係叫做理財顧問。國內有1500個，香港400個。咩叫做經濟舒適區啊？當你冇錢出糧嘅時候，你會好搏命。當你揾到1萬嘅時候，你都會好搏命，因為點解啊？夠搭車夠食飯都未夠俾家用，揾到2萬嘅時候，俾到少少家用，都仲會好搏命，因為冇錢儲。揾到3萬蚊嘅時候，你會點啊？開始儲到5000銀，開始可以娛樂下，你都仲想搏。當你有10萬蚊一個月嘅時候，我話俾你知，或者我公司嘅同事成日都係咁啊。啲人話季節性效應，梗係唔係啦？啲 sales 一季爆完數，第二季影都冇喺個版度，點解啊？因為揾咗30萬啊嘛，上一季。呢個叫經濟舒適區。大部分人係活緊喺一個贏就縮、輸就谷嘅範疇。可能我唔講你唔為意啊。係啊，人生係點玩啊？想成功，想成功，梗係當你旺嘅時候，當你做到嘢嘅時候，做更多嘅嘢啦。梗係唔係當你揾10萬蚊嘅時候你就去娛樂啦？係揾10萬蚊嘅時候，我再瞓少2個鐘啊！當你好差嘅時候，調翻轉我反而要做啲人生嘅 check point 啊，究竟有啲咩行唔通咧？反而要縮一縮。所以第3個要訣係贏就谷，輸就縮。